即係車咗點解？點解要轉燈？做啲咩女警在場？唔係女警，男嘅收拾不親喎。男嘅收拾不親喎，但係你哋又叻啲，你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，因為你頭先喺度掉下啲款項同埋將啲食物掉落個船度，大約220蚊。唔該曬你，答佢。你答咩啫？你而家講緊嚟呢壇嘢諗住咩啊？哇！你陣間漏咩啊？嗱，你合作啊！麻煩你拎張先。你做工，正常咪高你下一波算甩褲嗰啲人。嚇！冷靜。點會冷靜啊？你哋睇下佢有紅晒，點會冷靜？如果你再繼續俾我小胡椒噴劑，胡咩啊？戇鳩！屌佢哋諗住噴晒，走到割韭菜戇鳩！合作，我就小胡椒劑。你咁樣，哇！合作喎，我再打你，仆街啊你啊！我最噴夠咗，你冷靜啊！點冷靜啊？你都唔冷靜，仲要警察，哇！屌你做咗事，我屌！我好撚怕我仆街，大家合作，我仆街啊你哋！如果唔係我會叫你要痛，全世界都活鳩我，仆街啊你哋！香港人都係戇鳩啊！手出嚟，你自己啲事。點縮啊！我而家鬆開左手面，你點縮啊？伸出隻手出嚟。你鬆咪得咯，戇鳩3對1喎，仲要上軍事訓練，屌你揾水平！即係車咗點解？點解要轉燈？做啲咩女警在場？唔係女警，男嘅收拾不親喎。男嘅收拾不親喎，但係你哋又叻啲，你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，因為你頭先喺度掉下啲款項同埋將啲食物掉落個船度，大約220蚊。唔該曬你，答佢。你答咩啫？你而家講緊嚟呢壇嘢諗住咩啊？哇！你陣間漏咩啊？嗱，你合作啊！麻煩你拎張先。你做工，正常咪高你下一波算甩褲嗰啲人。嚇！冷靜。點會冷靜啊？你哋睇下佢有紅晒，點會冷靜？如果你再繼續俾我小胡椒噴劑，胡咩啊？戇鳩！屌佢哋諗住噴晒，走到割韭菜戇鳩！合作，我就小胡椒劑。你咁樣，哇！合作喎，我再打你，仆街啊你啊！我最噴夠咗，你冷靜啊！點冷靜啊？你都唔冷靜，仲要警察，哇！屌你做咗事，我屌！我好撚怕我仆街，大家合作，我仆街啊你哋！如果唔係我會叫你要痛，全世界都活鳩我，仆街啊你哋！香港人都係戇鳩啊！手出嚟，你自己啲事點縮啊？我而家鬆開左手面，你點縮啊？伸出隻手出嚟。你鬆咪得咯，戇鳩3對1喎，仲要上軍事訓練，屌你揾水！